一副也是批發價，38蚊一個框，498一套，送一個198的鏡框，最快20分鐘左右就可以拿眼鏡了。港幣1比1，你戴壞了，還是你踩壞了，還是壓壞了，我們都是1年半免費包換。我嘅粉絲咧，無論你配乜嘢價錢嘅眼鏡都好啦，都會送呢一度價值198蚊嘅太陽眼鏡。空姐嘆世界，哇 Annie 呢個眼鏡達人咧，今日又帶大家嚟到金鐘灣37樓有一間新開嘅叫做益品眼鏡。咁佢哋主打一個 slogan 咧，就係一副也是批發價。咁佢哋係個眼鏡工廠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啦，哇，咦非常之新嘅裝修啊嚇！咁而且佢哋主打咧，亦都係一啲平價嘅漸進眼鏡框喎。咁我問個老闆啦，最平可以大家最關心嘅漸進鏡係可以去到幾多錢咧？198蚊一副，係啦。咁咧即係98蚊之內嘅眼鏡框咧，就可以配埋呢一個漸進鏡咧，都係198蚊啫。而且咧選擇咧非常之多嘅。咁啊，如果喜歡配呢一個漸進鏡嘅你咧，就可以參考下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唔係漸進鏡，咁又點啊？咁啊，亦都更加多選擇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最平咧可以有38蚊一個框。咁如果再加埋鏡片，即係可能普通近視啊嗰啲咧，都係68蚊啫，抵唔抵咧？好，咁我睇下38蚊有咩選擇先。咦，38蚊都唔錯喎，都好多好class 嘅眼鏡。好啦，咁啊，如果你覺得，咦，我要求高少少嘅，係啦，想要一啲外國品牌嘅，咁佢哋都有喎，係啦。有 Ray-Ban 啦，咁有啲成熟啲嘅款啦，亦都有啲型仔啲嘅款啦 ，Ray-Ban 係咪 ？Oakley 啦，係啦，都係一啲外國品牌啦。好啦，咁啊去到女士啦，我頭先咧就睇中呢一個比較特別少少嘅冇框，而且又 elegant 得嚟咧，居然咧就有顏色漸變，又可以鑲埋石嘅。可唔可以試下呢兩款？可以。比較特別。通常眼鏡啊，淨係清一色透明噶嘛。咁呢一個咧就有少少好話太 feel 嘅，戴起上嚟係咪啊？有啲係咪漸變嘅粉紅色啦，咁跟住呢一度咧，亦都有啲鑽石啦。咁啊，如果嫌阿太得滯咧，想清秀少少，唔好咁多花臣，但係又想高貴少少咧，咁我就介紹大家可以試下呢一款啦，女士。清雅得嚟咧，佢呢度咧，唔知大家見唔見到？呢一度佢係有一條金色邊嘅，咁而又冇呢個粉紅色漸變。咁我見到咧，佢呢一度咧就點咗幾點嘅，我以為係鑽石，咁原來咧佢就話個客人咧就想喺呢度鑲幾粒鑽，所以呢度係可以幫你 tailor made， 係啦，幫你度身訂做你中意嘅眼鏡。咁我自己就真係幾中意呢一個款。頭先研究過噶啦，佢就唔係一個框，佢冇框嘅，呢啲係冇框噶嘛。咁但係咧，佢就好細心咁樣用咗一條金色嘅魚絲咧，去捆住呢度。咁所以你望落去咧，有一條若隱若現嘅金色邊，咁啊優雅得嚟咧，就絕對唔老土。呢個我就非常之中意，咁啊而且咧，大家就可以根據你嘅喜好咧，就喺側跟呢啲位咧上面啊或者下面啊呢啲咧就可以加鑽石嘅。咁如果有小朋友或者有孫仔嘅話咧，就可以帶佢上嚟配呢個小朋友眼鏡啊，幾得意！咁呢度咧仲可以幫你檢查埋呢個眼底健康嘅喎，佢哋有一部好先進嘅儀器可以 check 下你個眼底健康啦，有冇青光眼啦，有冇黃斑病啦、白內障等等嘅。咁等我 check 下先。好的，雙眼放鬆。正視前方，注視前方綠色十字燈。暫時看着還是挺健康的。挺健康的。有人說我有一點點的白內障，輕微的有點。輕微的啊，冇辦法啦，到咗呢個年紀咧都走唔甩噶啦，所以咧建議大家咧得閒咧就上嚟做下呢一個免費嘅眼底檢查。咁啊檢查完之後咧，佢哋仲可以打印翻個報告俾你嘅。如果你擔心嘅話咧，就可以翻去香港睇下你嘅眼科醫生。咁啊驗完眼底之後咧，梗係要驗下眼啦。咁佢哋亦都喺日本進口咗呢個 Topcon 品牌嘅電腦驗眼。咁啊當然啦，佢哋亦都有一啲非常之有經驗嘅，甚至乎超過20年嘅1級視光師。好，下巴往前。
初步用電腦 check 咗度數之後咧，就梗係更加要仔細咁樣去 check 啦。咁佢哋咧亦都準備咗一部非常之先進，我都未見過全自動嘅呢一個綜合驗光儀啊！平時我哋要用人手去換鏡片噶嘛，呢個唔使嘅，我又試下先。轻轻的，好，就保持这个距离。这个看，哇，好輕，很輕，對吧？嗯，這個呢，都輕，都輕，真係快好多喎！平時我哋嗰啲視光師仲要逐個問你呢個得唔得，嗰個得唔得？哇，呢個 OK 喎。好啦，老闆，咁我哋驗完眼啦，咁有啲咩鏡片可以選擇？我們的鏡片呢有3大品牌都有，德國的卡爾蔡司，法國的依視路，還有日本的豪雅鏡片都有的。是的。咁有啲咩活動搞緊啊？依家？如果你想配漸進鏡片的話，我們有一個蔡司的是做活動，498一套，送一個198的鏡框。哇，498一套，再送呢一個鏡框，即係話唔使500蚊就有一套漸變鏡咯喎。是的，是的，漸進鏡片。係啦，漸進鏡係啦，就係我哋老友記最需要噶啦。咁又或者有啲朋友仔想型啲，如果我出去佢識得變色嘅，我哋香港所謂變色龍有冇啊？有的。好，我給你介紹一下。好，因為而家好興噶嘛，又唔使換太陽眼鏡。是的。好，哇，咁得意嘅。對，你看我們有仲有咁多種顏色。橙色的、茶色的、藍色、綠色、紫色、粉色都有的。接下來呢，我們看一下它變完之後的顏色，好不好？好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扮你喺出邊嚇遇到呢個紫外線嘅情況之下，佢變色嘅狀況啦。是的，哇，真係好特別喎！是不是很漂亮呢？係啦，因為通常我哋見開都係啡色嘅啫嘛，啡色就好常見啦，但係橙色啊、藍色啊、綠色啊、紫色啊、粉紅色啊，真係未見過。OK， 咁呢啲係咪都可以做漸進㗎？都可以的，而且我們如果做普通的變色呢，才200多塊錢一副。如果做普通嘅變色就200幾蚊一副啫。咁如果貪靚又中意新潮型啲嘅你咧，呢一個就係非常之好嘅選擇啦。好啦，老闆，咁配完之後，我哋最快可以幾耐攞到眼鏡？您的常規度數的話，最快20分鐘左右就可以拿眼鏡啦。20分鐘？是的。人哋出邊最快都要1個鐘喎，你20分鐘咁犀利，果然係眼鏡廠啊！因為我們自己有加工車間的。非常好。咁另外俾錢嗰方面咧，你知我哋好多老友記都冇呢一個微信支付噶啦。係啦，除咗微信支付之外，仲可以俾啲咩？支付寶咯。支付寶。信用卡。信用卡。現金。現金。港幣1比1的。哇！嗱，最重要呢句大家聽清楚啦，港幣1比1啦，咁記得啦嚇，比港幣1比1就抵好多啦。咁如果朋友仔配完眼鏡翻到香港，又覺得有啲唔舒服啊，甚至乎爛咗，咁啊點呢？這個不用擔心。本店配出的眼鏡呢，鏡片如果有任何問題啊，比如不清楚啊，或者頭暈啊，3個月之內都是免費包換的。3個月之內翻嚟揾個老闆都可以幫你搞翻掂。然後呢，鏡框有任何問題，你戴壞了，還是你踩壞了，還是壓壞了，我們都是1年半免費包換。哇！無理由的。聽住啦，1年半無理由幫你去換過個新嘅，無論你係自己整爛又好，坐爛又好，點樣，總之有損毀啦，係啦，1年半無條件可以幫你換過個新嘅。是的。空姐嘅粉絲上嚟配眼鏡有咩着數先？有的。如果您的粉絲來呢，配一個任意價格的眼鏡，我們都會送一個
太陽眼鏡可以嗎？哇！對即係老闆就話咧，我嘅粉絲咧，無論你配乜嘢價錢嘅眼鏡都好啦，都會送呢一度價值198蚊嘅太陽眼鏡嘅，咁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咁啊講多次呢個地址咧，就係金鐘灣 A 座37樓益品眼鏡工場。咁金鐘灣 A 座點嚟咧？非常之簡單，喺呢一個落馬洲啦，去呢個福田站啦，搭4號線嚟到呢一個會展中心站嘅 E 出口。嗱，但係好多人咧都好似我之前咁樣行錯咗嘅。原來我哋發現一條非常之好嘅路咧，唔使揼風又唔使揼雨，就係咧呢個 E 出口唔好轉右，我哋直行上呢一條樓梯，跟住就會經過一個地下商場，就可以直接去到佢負1樓嗰度搭 lift 㗎啦。咁嚟到呢度咧，記住係轉左咯喎 ，A 座嘅電梯。嗱，非常之清楚 ，A 座電梯。A 座電梯。哇！跟住咧就可以唔使喺地面嗰度同人爭㗎啦。中意呢一條片嘅，幫我廣傳俾你身邊嘅人，等佢都可以好似你咁跟住空姐去嘆世界。